继续来到高雄，已经徛30年的老字号的餐厅恩和楼，以俗搁在地100块的公职菜拍出着名声。但是原来拼袂过这波新冠病毒的疫情。今年的3月，头家甲经营权以600万转卖予一个女大师来注销。但是煞暗中把餐厅所有值钱的设备搬到空，搁甲恩和楼的空棒共注销。这个接触的女大师是真愤怒，讲对方根本就是诈骗集团。大火炒咸鸡肉，也佮有糖醋鱼，也佮有糋排骨，逐项拢是现点现做，烧烫芳就倒。900道的料理，每一道拢只要100多块。高雄老字号的恩和楼餐厅，因为一道菜只要100块，拍响知名度。但是曾经人客满，即马煞变安尼。餐厅内面空，只剩桌啊、掺椅啊，厨房内底嘛只剩一寡碗盘，办公室掺柜台嘛是乱糟。进前因为未堪起景气的影响，店家一个103年，将经营权以600万转让予一位嘉诚的女大师注销，但是却暗中将餐厅的所有值钱的设备搬了。多么夸张！唔但呢，含恩和楼的看板拢注销，也互接手的女大师看甲介意，出面告对方诈欺。当初我们要接管的时候，所有水电费全部都没有缴。其实这女大师的助理进前就买来找头家，希望对方会当好好啊处理。这部请我离他去民湾吗？这全部动产拢阮的咧。不过，刷来这个头家竟然跋失踪，也互嘉诚女大师提出告诉，唔闹这无纠纷，即摆还传出欠员工薪水。还没有收到这家餐厅业者的劳工有提出任何的劳动权益上面的检举。30档在地老餐厅，即摆煞舞甲变安尼，真正是有够歹看。